讲一嘴思念的茶，配一片故乡的话，用上亲的母语激出生活的甜。欢迎收听《故乡生活台语诗》。三字有情，三字的雪落伫春天尾、夏天头，铺伫山前山后。三字的诗写伫树枝尾、湖水边，吟伫路边厝边。三字的风会带路。带阮行过迄条长长的街，带阮欣赏满山唱色的花，带阮看暗时一时一时的火，带阮伫山路一条一条伫说。三字有情，准讲咱是初熟识，你嘛会当用三字的山水甲阮交谈，三字的形影。因为你深深印伫阮的脑海内。咱今仔日故乡生活台语诗第157集，欣赏的是高雄的林凤珠老师所带来《三字有情》。所以，咱邀请林凤珠老师来跟咱分享这首诗创作的背景。也有这内底重要的台语文用字。来，这首《三字有情》是迄足侪当前啊，10几当前啊。有一摆呢，我带高雄的一群学生，阮要去三字佚佗啊，但是呢，毋知影去三字要安怎算啊，总透过朋友介绍在地一个叫做淑妃。詹淑妃詹淑妃这个朋友，伊带阮算三字。伫去算三字进前，三字的景观、三字的啥，阮拢无印象的。但是透过伊在地的人伊是在地的人，甲阮带领阮知影有一条足长的街仔路，迄叫做水美街水美街啦那另外以外，三字竟然有一个湖叫做西湖，景观嘛足水三字遐阁有一个龙腾断桥，圣心车站遐有遐个景观，那嘛有新诶，亲像讲慈济茶园有机地的迄种地园，种阁有阮尾仔知影讲，较早三字其实遐个艺术家甲雕刻家、木雕遐个艺术家未入去进前，三字遐较少人咧去，因为有可能就是讲，若含其他诶所在比。就是山村山内底一寡小村庄安尼尔。但是当遐个艺术家入去了后，迄个雕刻遐个雕刻木雕诶，甲其他艺术家去三字遐了，甲三字诶木雕甲带动起来了后，佮加上因在地诶人甲努力，所以竟然将三字带出足侪景观会当好耍诶所在。那当然啦，上重要就是讲，阮会去三字佚佗，是因为三字遐有所谓4月节、5月节，就是桐花、油桐花油桐花介水啦。伊开无几工，毋过伊落花诶时阵铺伫咧涂骹，亲像咧雪，足水诶。伊阁为个人诶秘境，所以阮迄个去算足欢喜诶安尼。我转来了后，我总写一首《三字有情》重点就是讲，因在地朋友的传领，伊对伊的故乡，伊对因故乡的乡土这片土地的爱，所以伊介欢喜介绍互外地来，总讲无熟悉，伊嘛会当介绍，所以我较会写这首《三字有情》安尼
来伫三字有情内底，我第二段有讲到讲，带阮看暗时一时一时的火。这暗时一时一时的火，就是伫迄4、5月的时阵，三字的山内会有火金菇，有火金菇通看。那我这个朋友是带阮去伊的朋友，就是三字的山内面大个艺术家遐吼，有迄个火金菇通看。暗时看迄火金菇，你就知影一时一时。那一时一时要安怎写？用字是安怎？伊其实有2字会当写。一字就是熠熠生辉，迄个熠，迄个熠台语的读册音念做熠，念做熠。但是咱的讲话音也会当讲是因为火字平，正平一个练习的习，迄个习，迄个音伊就会当互你念做是，一时一时的火。但是我尾仔无用迄字，我是用闪烁，闪烁，一个火字平，正平一个快乐的乐。一时一时，我是用闪烁的烁，这就是我当时咧用字是在人选择的，毋过爱说明一下，迄2字拢会使。三义是苗栗县一个非常美丽的乡镇，所以今日邀请嘉义市的前文化局长罗万林先生来跟咱分享伊对三义的印象。三义是伫咱苗栗县三义是一个真好的客人庄啦会使讲95%拢是客家族群。这个三义最近入选叫做慢城慢城慢城意思就是讲脚步较慢的咱即马拢正热扑扑的时代啦大家会当放慢脚步会当来享受生活咱台湾有4个乡镇入选世界慢城认证第一个是花莲的凤林镇第2甲第3个拢伫苗栗，就是三义甲南庄第4个是伫咱嘉义大那镇咱到目前咱台湾有4个入选世界慢城的这个乡镇这慢城是对欧洲意大利开始发起的一个运动就是工业时代大家愈来脚步愈紧，大家愈来愈紧张希望讲会当放慢脚步唔卖较走总安尼啦所以讲慢活啦慢食啦这个慢城啦拢渐渐安尼慢落来三义会使讲一个正慢的所在那三义你若去三义会使讲桐花同有名你若行国道1高速公路到4月5月的时阵，到三义向东边看去，迄个山坪规个白色色这就是客家桐花节的同密集的所在三义嘛有这个旧山线啦。旧山线已经无咧行无咧行了后，即马做观光的用途遐有这个做圣星车站咱台湾铁路通关的所在较早若坐火车去到遐火车拢皮皮喘拢行甲足慢的爱过崩坑遐佫有龙腾断桥啦龙腾断桥就是伫1923年的时阵啦迄个中部大地震啦迄阵日本时代做的用砖啦红砖所贴起来的这个铁路桥梁所去互断去即马或者讲台铁最美丽的景点台铁沿线同美丽的景点就是这个龙腾断桥这个景点拢伫三义，所以三义会使讲一个好所在大家嘛知影三义是咱台湾木雕啦木雕的同主要的出产地三义有真侪木雕的师傅若要买木雕的产品去三义就无毋对三义有情，准讲咱是粗熟悉，
你嘛会当用三义的山水甲阮交代。咱今仔日的故乡生活台语诗，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林鸿祖老师写诗，罗万定先生主题讲解，专门客电台制作，讲师主持。非常感谢你的收听，咱后一摆再搁继续空中再会。